照调查，几多上60歲嘅大哥大姐，就算退休嘅，還係想要學新嘅東西，佢有自我突破嘅熱情。發揚同學會20世紀3種挑戰，向下討論選出一個項目，大家使忙勇敢完成。準備了，推能向下展開一場去派對追夢里程。我到阿芳家里英秀是明星幼保系的同學。其實那時候目的是要拿到園長的資格，當然也很開心，說因為時間嘛有4年的相處，所以又能夠培養出人生另外一個階段的好朋友。我就是三動物恐龍，阿芳會土頭會講，我就是會聽你戲，是會鬧嘢戲來。盈秀的個性呢，她很保守、傳統，很鄉下的小女孩。月琴，我把她當姐姐。細心的是佳麗，她對於藝術方面是她的擅長，心思細膩的都是佳麗，她是比較優秀的。到時世界會變新，好朋友當乜子，唔係叫做緣分呐，哈。其實我覺得那個緣分是在於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動力，就是很想去提升自己的能力，然後很想讓自己更好。在這個向下教、向下學習，也是一生應當快樂的一件事情。可能就是一輩子的好朋友，我覺得冇簡單呐。我來到明星科技大學，也拜拜訪的是太子呢，因為係一間學校體加幼保科的學生嘅哦。不過一間學校忙一太呢，我約睇但見面呢，因為竟然同我約睇保齡球館，我嚟見面呢。黃色酒吧，哎呦，用黃色，哇！是啥？應該係也是嘅妹。嗨，大姐 ，Hello。我說也係麗麗姐，盈秀姐，月琴姐，還有玉芳姐。哦，怎麼那麼特別？你們跟我約保齡球館，你們很常來嗎？以前？那保齡球我們4個人都比較就是覺得沒有心理障礙。大1、大2每一學期一定要選修1門體育課，所以我們就選了就近的保齡球，所以冷氣不用曬太陽，對，輕鬆。是太陽節本地體育教團部教入咗，20年前為到提升學歷，變做同班同學。因為20條做事，俺不是條讀書。雖然辛苦，唔過大家相互加油，最尾都要完成學業。雖然因為黑體冇強用嘅樣式，都一晚還係到禮拜就會想見面哦。還是洗過，好，哇！厲害，擊掌，太厲害了！啊，因為平南嚟打，外面咁我嗰種回到太好嘅時間，原來太搞到嗰種路邊後生誒，然後呢，很像在打嘴鼓啊，順沙有啲會休閒快通，不過還是有一點競技感。所以唔得輸贏呢，我繼續推呢比賽。到了，有了。原來去3樓沒？3樓係幼保系。哇，這樓梯好熟悉哦。哎，真的是每天爬。 20年前就長這樣。對，我們是第1屆，那時候真的不簡單哎。第1屆800多。對，而且只錄取前面60名，那個座號越前面的，當時評比的分數越高。像我們月琴就是因為它是有好人好事的那個表揚，所以月琴你座號幾號？4號。他4號，我5號。你幾號？ 38號。我差不多會37
几号啊？所以我们大学4年都坐在一起。对，因为用了4年啊。哦，所以那个时候都是周间晚上来上课嘛。每一天的晚上。等辛苦。对呀，所以我们有人呢，那时候就说他要休学了，他也累了。1年级下学期的时候，白天要工作嘛，然后自己有3个孩子，我们3个就是劝他说，你随便拖一拖，一定很快能够毕业。对，那时候真的快淹水，真的是要溺毙了。他其实私下有一次跟我讲，我一直劝他，到那一天他决定说，好，我读完今天我就要休学了。对，我们就劝他说，哎，慢慢一起。他就是我们3个，因为我已经劝不了他，就是他们后来都知道，就是把他留下。我们好像讲到10点半哈。对，他说我读不下去了，太累太辛苦了。那3位同学救了我一把，我们就4个人陪着他在停车场啊，就是跟他说，我们就是互相帮忙啊，互相打气。那后来他也就这样子咬着牙就撑过去，就毕业了。你要想起来还当新闻该3年哈，我才可以拿到明星科大的幼保系毕业证书，不是只是肄业而已。还88年读书都厉害，我110年了，感情只有一直在增温，觉得我们会走入声音的好朋友。这都是我们年轻时候的照片，这是我的历史。那时候我多么年轻美丽。哎呀，在这边啊，说我是主任，其实也算园长。念书的时候我们请假去玩，对，他们3个去的。可是我们有个音乐老师很严格，要考试。乐琴就说怎么办？我说没关系，乐琴我罩你。他就带笛子，我也带笛子。带笛子，就考那个吹笛子啊，吹笛子啊。所以我们在国外，在荷兰那个饭店一进去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把房门关起来，就开始练习吹笛子。你们在荷兰的观光景点也有吹笛子？吹，没有很多人的时候，乐器拿出来练习。我有听制作单位供养的故事，所以啊，很有趣的回忆，有准备直笛。让你们在20年后，早就忘记了。我回去练1个礼拜以后，你再来录。我连哆来咪发嗦，还记得吗？那时候都忘记了。我有听到音乐最好就是家里对，然后乐琴姐是最不 OK， 所以乐琴姐来一支对。很低的嘛，很低的嘛。你说我用嘴巴吹口哨比较快。我要先摸索一下哆来咪在哪吗？我忘记了。真的忘记哆来咪了。把现在这里当荷兰好不好？对。有一点。观众朋友，你们耳朵还可以吗？刚刚这样吹起来，刚刚能用啥程度差不多。所以他没有比我强。结果我跟你讲一个秘密，结果乐琴的音乐成绩比我还高。其实我的潜力算还不错，又是运气不错。根本比赛型的选手。对，我觉得是。开朗嘅也就睇下啫，英國數碼嘅挑戰本兒能來突破2007呢。2043年接送上游是下主場，使得來學韓式爆發甜點，再個拿去嘅路好賣。也係我兒能挑戰從細妹來嘅家下，以落實人經嘅起飛，我兒能4年來做糾結嘅東南半5落。此外，團2007嘅邊嘅幾多年，有唔判得我係的 Q 上夫，拿來改做是的個作son時嘅欣賞，沒有改替拍的意義。騎那個野狼125，騎出去跟男孩子一起較勁，我相信我也可以，阿芳也可以。我猜虽然我很困难，因为我从结婚后，我民国72年结婚，我再也没有骑过摩托车。不然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挑战那个现在韩式甜点哦，做的跟那个刮画油画刮画一样漂亮。啊，你我对那个还好。坦白说哈，厨房嗰度煮食，可能每邊嘅日味冇人啱好冇興趣。
我也是。那我放弃我的理想。那3个里面剩了2个，不就剩下1个吗？我觉得天哪，我们真的是已经就是裁缝车都已经忘了，记忆里的就是以前的最后经验，大概就是在读书的年代那个家政课啊，然后做出一个成品，就是歪歪扭扭的裙子，踩缝纫机一样。我大概有30年以上没动过它，可是我会努力，我要很尽力去把它做好。我觉得这种挑战还蛮有趣的，好吗？那我们就只好修改衣服的。刚才呢，既然要就医改造，真的是要改到少女风格哦，然后又要很时尚哦。我们那么老了，那少女风是什么？对，什么是时尚少女呢？你们自己觉得呢？如果我要穿的很像是比较年轻的风格，我的印象里是现在那个就是雪纺纱要配布鞋哦，很懂。少女风就是那一种很飘逸，就是很秀气，很有气质。那我就会去找专业的设计师，来同俺来合作，好，让我们可以改出很漂亮的衣服。这个点子我喜欢。那你咕噜会呛姐姐们，你们回家起咪哈，你刚刚讲，这些衣服可能不会再穿了，但是有一点故事，就当初为什么会买它，可能为什么喜欢它，那得请出来，好，一两用两泸州的。好，当然呢，都是接吞设计师来讨论，看看可以怎么改。好啊 ，OK， 好，那大家回去要翻一下衣柜哦。好，我有没有去到做这做啊？我是东方面、多方面、各方面都愿意尝试来人。我因为咁咪情困难的事情，我做得做。我的个性只要是我没做过的事情，我都很喜欢。愿意学，我相信大家个学得来。不过平时的时间係講做了都按細微的工作，我想阿芳做唔來。怎麼可能？我們怎麼可能會把衣服就是改出來能穿？所以就有點擔心。要擺挑戰愛囤 Q 衫擦黑裁剪過，還要用米線來擦，除係數愛成法，木主愛理以外，沒會曉得披薩、設計粗線，用個美好點出創意，安尼讓我囤 Q 衫改到有15時尚風格的新衫。我帶衫來咯。鴉片啊，如何俺能準備的？阿唔知姐姐們會需要什麼？就很多種，我朋友可以用色。因為我們真的要很認真改哦。到時候要穿着你們改好的衣服，我們要請那個你們的學弟妹幫你們打分數哦。蠻有趣的。嘿呀，我想要看你們帶的。哦。我想要看你们带的嘞。哦，这个你不要了，对，不穿了，不穿了。对，这个是因为有纪念价值。这个是我那个公证结婚穿的衣服。这是几年前？对，所以已经40年了。哇，真的哦！他蛮喜欢选这种颜色。对，我喜欢黄色。哇，你公证结婚穿这个？对，我穿一套。酷哎！对。哇塞，哇，那如果把它拆掉，你不会舍不得？我觉得再赋予它新的生命更好。真劲呢！40年前就是公证结婚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黄色，所以我那时候就特别去定做了一套黄色的西装。然后那一套其实早就不能穿了，都很旧了。但是我始终觉得说，那是一段我觉得很想保留的回忆，所以我就想到说，那我何不把那个就是一直舍不得丢的黄色西装拿来做一些改变，是不是让它再重新回到我的岁月里？那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应该是会蛮开心的。哦，暗江哦，暗江呢？呀，没有哦，不要了哦。太小了哦，太小了，都感觉很隆重的小礼服哦。还有暗江，哎呀，没暗江呢，这感觉是蛮重要的场合，走给好。
哎，订婚结婚，订婚结婚哦，儿子订婚结婚。阿球有意义的伞就是我台也来去分开下礼服。其实我买想法嘞，只想说看可不可以再保守一点。阿啥下嘞？月情节。来，安尼看来介简单。你迄哦，水粉色的哦，粉红色的长裤一套，系咪？嘿，嘿，这个是我们介些是卖多的，不过介 set 係愛欣賞當喜歡的 set， 佢喜歡那種的 set， 愛也地公，愛用的 set 看到下柔和，所以愛屬於種就愛亮亮好的這樣。我大概會跳痛太大。为什么？你说你的衣服吗？很跳痛吗？哦，你要量。因为我平常穿的衣服就是很正式。哦。像我今天是很刻意，就是刻意要随性对你比较难，对不对？平常都很正式。我以前来明星读书的时候都这样啊，真的哦，很盛装。他比较就是喜欢穿正式一点。哦，对我都穿，但是不会穿这种礼服啦。我很想改它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改。哦，我还能穿，我今天带来的衣服都是还能穿，但是唯一有问题不敢穿，就是因为肚子太大，然后刚好这个肚子就凸出去。家里这个贵神神的个抢色洋装，从来唔是做过。不过因为十分高意，一直唔盼得送人。我见这个是把水粉色的套装，因为系亚老公最中意嘅色身，故所就算做唔得的，咪还保留到今。研究者睇伊太奶嘅结婚纪念做嘅小礼服，有特别的经验价值。些人的 Q 衫都有人的自家嘅小故事同意义。老师好，老师，我带4位姐姐来拜访您。然后呢，姐姐们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想要把旧衣改造变新的。对，是，而且希望有一些很不一样的风格跟效果。没问题，就要麻烦老师了。啊，没问题。但是这些姐姐们呢，她们上一次用裁缝车可能是20年前吗？40年前，可能更早，可能更早。第一步啊，应该先剪 OK 吗？对，拿剪刀可以，但剪成怎么样可能不知道。对，我们就来先试一下。好啊。刘桂玲先生有欧美服饰设计、打扮、做用品20年的经验，也下喺服裝設計學院教育平台教學生嘅做衫褲，能夠教年自家創立品牌巧妙事業。这个板哈，它就这样干净的板叫做实际的板，实板，它没有留任何车缝线的。它什么样就磨的就跟着它剪出来。你跟着这个布边，有没有看到布边？布边哈，你看布边就是这样有洞洞，有没有看到有洞洞？因为这个叫样品板，不是生产板。是，我们的很多专业术语，真的也都听不太懂，听不懂才能专业。真的啊。对，剪切，然后我就这样子剪。对，照这个边边这样剪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不错，你们都剪得很好嘞。真的吗？不错。剪可以，剪布占车缝的话是10%而已。机器才是最重要，车才能变成真的东西啊！你剪混在这是布而已，一块布而已啊。先，那我这一块的话是这样。哎，对，这一块哈啊，是银秀这边的，最好过来一点，比较难剪的哈，这种弯的啊。哎，因为它是绣圈，绣圈圆圆的，所以领圈、绣圈都不好剪啊。它有圆度啊。对，所以它会剪这样。那这样还可以吗？这样算很好。真的吗？真的啦，第一次剪当然是这样啊。剪10遍就不会啦。日行，有耐心哦。日行一下。在跟他聊当中，我还对这个服装方面还有一些蛮多一些专有名词，我觉得还蛮新奇、蛮好奇的，还蛮有趣的。真的是隔行如隔山，连那个拿剪刀。
嘿，那一些美美嘎嘎，哇，也当中也学到了，有学到东西。现在要开始车衣服，对不对？这些所有都是我们做衣服的工具，只是功能上都有所不同，长得不太一样哎。就这个都平车，外面外围全部平车。烤客是1、2、3，但是这个是密烤。密烤我只想要鸡腿，蜜汁烤跟它有关系啊。好，那老师要来示范吗？好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那我就一次就好了。好厉害哦！往前，往这个轮子往前，往前完了以后，你就用这手把它拉开，你看底线就上来。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把脚抬高，踩右脚啊，左脚不要放在一起啊，这样就会干扰你。你就是用一只脚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是推我们压脚的。OK 啊，放在这个线上。如果你觉得我很害怕，就用这个吸铁给它放旁边，你就不对着它就好了。对，好，你就轻松的做这样。好，要到这样，我们刚开始都是这样的。谁来先来试一下？月琴稍微有一点椅子的。哦，那我会绕腿哦。不会，快点来。看别人绕腿是很好，别人看我绕腿不好。你没有穿针。我想说针都已经穿好，没有，要留给你穿。月姐，你要先换线。他说好，好的，正常的线。他偷吃布了。用手。啊，不用，直接。哎，这是错误的，不可以用浮水，要用剪，大概这样就好了。这样的距离，它就一下就过了，知道吗？老师，他手太肥，那都没有关系啦。你扎那个针头里面，我也找不到针头。不睡觉。我们来计时。小帮手来。你们两个这样子一人一边，怎么可能穿得够？来，我的小帮手。哎呦，怎么那么累啊？可以了，可以，好，拉吧。耶，进来。耶。好，那就 OK 了哈。哎，你压脚这个不用再弹压脚。好，你这样练习倒针，你到这里可以倒。真的很不容易耶，光看都觉得好累哦。所以应该大家还要继续练，对不对？对，每一个人都一起练好了。好，那有什么问题再请教，随时问。好，我就一个一个教，这样。好，所以就是4台吗？是我们这里这里有4台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，那姐姐们来上战场。谁会最怕？这台最慢这台。那我就慢一点的。你要慢一点。我看到。好啊，这里可以，那也可以，那4台。随便这样，然后踩这里要动。不要。家对呀，就这啊，如迄英国潮公医生也无讲名年轻嘞，俺唔记得呀个步骤有按多呢。嗰道铺哦，俺们总快都记唔起来，连传真给扛入去唔到。韩国唔是讲我查到车，你讲过呀英国如迄俺们冇上多会慢。故说给大家西腿如可以，大家会吃。我是主持人，我不用试，完全记唔起了，俺不用用来开始呢，俺都可以能走路好诶。飙车啊！飙车到后面会突然飙一下。踏慢最重要，慢，对，这样才是在车。这个布不可以摆在这边，这个是永远在左边。好，改造衣服其实最大的难处就是车工，踩那个缝纫机，那个难度就好像你刚学开车，踩了油门就冲出去，就是那个轻重的掌握是最困难的。认识基础打扮过后，事业太子提给学用来用工业用裁缝机，可以能受抢人的脚用诶，正经欢迎推移能建造。沙等如系同先生讨论，按用来了改自家的 Q 上了。我其实就是很想要不同的材质。这边呢配蕾丝跑出来，是，那里面这边也可以加蕾丝。我挑这件是40年前公证结婚穿的哦，对，可是现在要穿这件的几率比较少，那可能这件如果改了，或者这件改了，我比较有可能会穿这件。
那裙子有没有可能变成是裤子？裙子配裤子啊？对，那种哈伦裤。我就是画一个这样，它这个就一个夹，这个就一个夹。对哦，哎，就2个夹这样。哦，如果这个弄成那种裤子，搞不好跟那个黄色的外套可以搭呀。因为你看背心这个都脏了。好，你说这个接那个啊，整个乱接。对，西装把它变背心，还是说那个给它这个一接一个般都不会做，不同的袖子？这一般都会做角角啦。啊。那如果这个不见的话，要把它剪掉，不见的话，你也可以加东西在这里。如果这个加在上面啊，合吗？会不会很有趣？那个类似太就要让它有趣，不是吗？啊，对，对，就是要夸张。在想说这个拆下来呀，好，因为它这个是很中国风嘛，那老师这样，我可以怎么去修改它？然后我有点想，因为它的元素，这里是不是这样？就是不要让它变成中国风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衣服。然后我都舍不得丢掉。就是第一不要有领子，然后那我就把这个改掉，哎把这个拆掉，是做，这样你穿应该 OK。它是有黑色元素，哎，我需要在这里这样。你可以买少里对，你可以买那个蕾丝啊什么的，把它弄在这里。对，然后这是大家的穿的。大儿子结婚的时候穿的，你要那个披肩，对，一个披肩啦，想改就是一件事就不用披肩的方式。然后说这里啊，做一个那个用网，给它压在这里，让这里不要那么空。好，这个，然后这里啊可以做出那个袖子。我想看看老师的建议。其实他太小了，我太胖了，他不能穿这边。好，前面不要动，改这条3条，1、2、3、4条。哦，我直接把前面我不会给改。教你，老师教。因为你这个啊，你要整片一样，中间要有一条拉上，你这才可以穿，因为你有腰身。那这个我也可以，我如果前面不动的话，我可以动在边边这里接一块，会更好看。两边接牛仔裤，接对，像这样，对，接这样，我觉得接成这样，我喜欢这样，那就接这样。屯先生讨論過後，自己睇住有嘅韓國明確嘅方向，睇可以愛做用你嘅先生情感嘅有嘅帶，是講愛克服永久改新嘅需求，將意思現有嘅材料含拉，還會採外買到新嘅布料同素材。這個40年結婚紀念，對，我就一翻新。你會心疼嗎？不會，我反而覺得很興奮。對哦，因為放了40年，終於可以再把它拿出來穿。對，因為之前就只是紀念放着而已，對，可以復活了。這樣子下來，要車，接下去。怎麼要剪彩儀式啊？等一下，還有誰的需要剪嗎？我的那一件，因為這裡要跟烏干紗接啊。我等一下我這樣剪過來，這樣拉過來的話。好，你先剪，我要再處理。好，好專業哦，聽不太懂。老師，我這個裡面的拆掉了，可是外面的這個怎麼拆？那這就要教你拆外面，因為我們背心不需要這個。要買後牆鬆緊帶，你只要買鬆緊帶，對，後牆。五角紗，六角紗，是六角紗。哇，好多啊！我大概看了一下，我們要的東西，那個2023應該有。我們先去2023看好了。你有做功課了？對，就在這裡，這家應該有。嗨，老闆早。六角網，因為我整件禮服是這樣，有這些元素在裡面。如果先以黑色為主的話，這兩個，對，你們覺得我要配什麼顏色？因為我的領口跟袖子，我喜歡紅色，氣色會比較好一點。
因为黑色我觉得太沉了。好，那我就决定要几码？4码到5码。那就买5码。那就买5码。对，1码多少钱啊？那1码60。等一下我们拿3种颜色好了，还有那个金，这个我来看，比较年轻的。好，我觉得现在比较反差大一点，真的哈。我会找它的元素，金色，这不算金，这个不算，这不是，我会觉得这样比较适合。对，这样是比较适合。拿出来比一比，接和拼的话就跳脱。那有没有完全金的呢？我是喜欢反差大一点的，就是穿起来比较有年轻活力的。要再搭配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搭配看看。这个暗了，太暗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太暗了，有点银色。如果有银最好。对，我喜欢。我在争取银秀的那个认同。要看好，这个好，我喜欢这样。穿起来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要青春洋溢？好来，银秀你自己决定。我觉得这2个你2个颜色都可以选。我跟你说，这种颜色不错。对，所以我说我们就是2种颜色都买，回去问问老师的意见。这里再看看有没有其他颜色。本来想要买黑色的，对，买大概3码，对，去配，因为1层我也许想里面再1层蓬一点，出来一点那要这个也不错，对，硬一点。不要，因为它已经有原来的1层了，我想要变2层啊，所以这个元素刚好都有。这个，你们觉得呢？那是跟那里面的颜色，我觉得好复杂啊，好多。不会。这是5码。这1码多少钱，老板？130。哦，真的对耶，可是好好看哦，好符合我的元素哈。对，那就先减2码，然后老板，我们再去找那个别的东西。那银秀，我们先去找我跟月琴的东西还没买到。哇，这里不好看，2个市场。我要宽的10公分到12公分的3码半，对，比较帅气的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喜欢帅气一点的3码半，看起来比较有气质一点。是，所以这个比较好，是吧？对，好，那就听他的建议买这个。老板，那个后墙松紧带够不够？可以。可是他现在他希望2寸半，那你就买宽的，因为宽的车多一点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就买好去找老师。好，这边结账。好。好，老师早安，我们来了，去永乐市场了。那个给息要拿出来。哦，好，月琴你的拿来。老师你后墙。我的很特别哦，说老师，我想配，就是配2层，因为它有点重，反正我就是这样，不知道看老师你觉得要怎么弄，还是这个不要，这个要，还是你要有时候这样，有时候那样。你这个夹在里面就没什么效果，没什么效果。这样你看哦，我夹在里面，我觉得这样好奇怪哎。到时候你这个哈，然后你会有这样皱皱，就缝了皱皱的，这样皱。下摆我有点想法，就是老师很像你的 A 字，不要腰身的 A 字，有那个擦片吗？擦片，可是它每个擦片是都擦这个，对，擦这个哦，你擦这个，觉得擦片很好，那你擦片很适合你穿啊。那你要从里面拆哈，好，那我选这一块，最下面。啊，你视觉来看一下，你这样，你就看这边，我就配。你要在这里远看，是不是感觉这样 OK 吗？可以，这样配这个。确定哦？可以。因为设计就是潜意识，你要觉得说我个人喜欢怎样的感觉。好，那就这样哦。好，你可能要帮我剪这一块，剪少一点，不要出了太多不好看，差不多这样。这样好，这样的话大概2寸半，你要剪3寸给我。我这次我是希望把那个比较正式的西装跟蕾丝做一个混搭，我在想做出来效果应该会不错，钢中里面带柔，应该就是会蛮符合那个就是有青春的元素。
39哈，这样嘛哈，对折过来，好，把它剪成一半，好，我们下摆不修边好了，你从这里帮我咔嚓，这个哈，因为它纱这个洞啊，很容易勾到，所以小心，这样，好，给你剪完了，我们再来处理。好，就医改造呢，是希望讲改好后上的，就是加到类似的元素落去。我这一次的就医改造，我希望我的旧衣服变成一件很时髦的新衣服。你看，好，你到了，你猜的呢？比谁？看出来，一片的，就是离破是面龟呀，这像猪肉一片一片的，面龟龟，面龟龟。咱上个老去标比开来，强势量变下太量，爱做在作势好嘞。啊，冇上到睇世界袂上阵那做，跟牛仔布的衣服的背心那来去夹无强下，两种色完全冇强量哎。那这样凑，它使一个掩盖这里的一点点那个视觉，就把它弄成木耳，对不对？哇，花瓣啊，怎么差那么多了？花瓣啊，木耳。好，你来这里看，只看一半就好哈。这样，哇，好美哦。对，啊，确定讲真心话啦，真的，嗨，真的好美。我们就这样做了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，可以哈，很好。先来烤客，烤客哦要很小心，它有刀片。一般的话，做伸缩布都用4条线直接烤就好了哈。我现在要接裙子，要烤客。这个右脚是要将它前进的是吗？对，踏，对，哦，厉害，看好，好，很好。老师，我车完了，好了，好棒。是说这个右手把这边压脚前面挡着，那它的那个皱褶就会比较明显，对，那会比较活泼。现在就是要把它就是皱褶做得夸张一点。现在要把前面的那个A 字裙做出来。好，完了以后啊，还要决定插片的哪里。符合花样少女。我觉得改造旧衣服最大的困难是它原来的结构跟元素，然后还要再加上新的东西进来，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地方。现在只差把它裙摆缝起来就好了。比较好收的係家裡，佢嘅動到工，然後佢又好要求好完美的人，嘿，好會擔心佢，所以佢今年哈嘛特別哈，點解到他走來，是他丟個裁縫廠，給他動眼鏡來改啦。4個裡面我的比較複雜，例如我要很現代感的領子，我要很現代感的袖子，我要很現代感的紗。是姐姐啊，伊呢挑战去改粗头发嘅衫裤，啊你呢爱服装发表嘅时节出冇一机会哦，伊呢个从去见从后边去睇，你看那是伊呢准备当用的。嗨，李秀姐，老师好。你下面来了，我讲牙膏。係呀。哦，做牙进度还算可以吗？全都牙给还可以哈。很梦幻。哎，丽丽姐，嗨，嘿，你准备当用嘞？进度一半哦。听说你很紧张的呢。嘿哦，没有。我今天轻奏软哦，真的哦。请拭目以待。哦，好，加油加油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月琴姐 ，hello， 你的进度如何？现在把
这个拆下来以后加了这个拼接哦，拼接牛仔，所以老师在帮忙。对，谢谢老师，他在指导我。哦，这个你还不用切啦，还不下拼不用切啦。好像一定走对不对？你还有来去查落去，然后几乎喊做得了。有定走，有定走，好像不太想理我。我们来看金牛为谁为中？配合，西方姐，嗨，现在进度如何？我们已经就是把这2个蕾丝对放在就是袖子这里。哦，所以你的西装外套就是袖子没了，要接这个。对，现在还好，跟预期进度。今天应该就可以完工了。哦，真的，刚刚不打扰大家哦，加油加油，希望可以顺利完成。说如果实在来不及哈，就是换用手缝。这一次挑战最高的就是佳丽跟月琴的，因为他们的质料比较软，而且他们可能需要的那个细致，像我的质料是硬的，我还可以用手粗缝，但是他们2位的质料都是柔软的，所以一定要靠那个裁缝车才能够达到改造。对他们2个是真的时间，我觉得很紧迫。那想稍微赶一点哈，还是要留意做出来，摸做出来一些只有当委培安尼当初的希望，改想法，大家摸做出来一些会还是忙的嘿。你讲我相信啦，还是改得出来。这应该的时间差不多哟，21不到了哟。好，赶快。等下赶了走秀，会紧张吗？会，期待又怕受伤害。走，好，来，谢谢老师。原来都时尚抽型团设计呢，嘿，而团大家总下个奖啊哦，嘿，请放上。子怡老师，欢迎，嗨，同学们好。要麻烦大家了，我们有4位姐姐，要麻烦大家。是我们明星科大第1届幼保系毕业的学姐。老师有没有跟同学说这次那个主题？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比较特别的就医改造，然后新穿的一个方式。那因为我们的都是东方人嘛，那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大地色系的妆容。那再配上我们的旧衣，又不失那种新鲜改造的风味，然后又符合东方人的气质。学妹在帮你化妆哎，感觉是不是很特别？好像很亲切感觉，那是明星科大。哎呦，呀，玛莎，你说的哟。你自己有看？你现在有看到这个吗？讲的地方？看不到，也看不到。觉得能够回母校给学妹服务，很开心。哦，很像同学互相在化妆，是不是？对，但是不一样。我觉得我好像给孩子服务的。哦，这应该时装大班都差不多诶。假如爱来献丑诶吼，作为一条看奖诶，有诶无诶法，而来本人诶，可能伊能感觉用诶什么？八尾哦，已经差不多了吗？好像可以带，还有月琴姐可以这个，对不对？成果展示嘅时间就会到位，伊能做上过超过还会 Q 上，会展现出用的无 Q 用嘅气场呢。谢谢大家。我们要给大家看的是4位姐姐，她们改造了她们的旧衣。那改造了什么？要给大家看一下，像 OL 的服装，然后有一套呢是这样。它是有点旗袍式的，然后这个是这位姐姐40年前公证结婚的时候穿的。那大家有没有很好奇？等一下会是什么样的情形？来，我们的 music 第一位 model 月琴姐出场。睡哦，讲哦。有没有？这就是第一套，刚刚那个很像 OL 的服装，然后两边呢接了牛仔的，还有口袋。好，我们欢迎第2位银秀姐，是完全不一样。你看这边加了这个，
银色，然后整个裙子都改成这样子，很不一样哦。好，那我们请怡秀姐可以在那边等一下，我们欢迎第3位玉芳姐，上面就是那个40年前的公证结婚的外套，酷哦。好，我们欢迎第4位。哇！你看完全不一样，它那个彩色的都是后来再接，还有领子，很美哈！哇，是不是很美？大家觉得如何？赞哈！我们的学弟妹们，我们用掌声来评分，你们觉得他们今天的这个表现如何？请用掌声。谢谢大家。同学们有没有什么感想？就是你们刚刚看到这个照片，然后最后变这样。我喜欢第2件，就是它这样看起来很贵族皇宫的感觉。对，姐姐她当初就设定她要是那个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的红心皇后，有像哦，有成功哦，看起来就很公主，很公主，然后下面那个彩色那也很漂亮，就跟原本看到不太一样。哦，好，那你呢？我喜欢那个哦，很俏皮，然后完全迷是我，对，绣了我的名字，对，还有绣名字，真的有绣名字，真的有绣名字，对，当时的那个定做都会有名字，你看，真的，我们就说这样子又可以再留40年。对，你呢？就是粉色跟蓝色搭起来漂亮。有没有觉得很没想到会这样搭？对，因为它那个纽扣的那个地方。对，然后看到你的学生们变得那么不一样，哇，真的是很惊艳嘞！之前他们玩小朋友，现在是他们玩他们自己。对，我觉得其实外表是一回事，我觉得他们散发出那种还是很一样的那种感觉，都很有特色哎，真的哈。就是这个现在不是打期中考的时候，耶！掌声！我真的非常感动，各位学姐，你们今天再回到我们母校，其实今天看到各位啊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刚刚我们3位评审啊，不断的讨论跟商量，我们认为这4位姐姐在我们心目中都是最优秀的，所以我们一致认为她们都是最高分通过。老师要来跟我们一起啊，对，耶！谢谢姐姐们，谢谢老师们，谢谢同学们，谢谢。我们今天时尚少女时代成功，谢谢。扑克王国的皇后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有达到目标，所以我就是那个皇后。所以线上来就本一个动态的鼓励，看到跳过的人的厉害，让我上到的是个，我上到跳过同学的是个，学习的是个心情，那么厉害，完全没强容的时光。挑战就得挑战不强容的东西，我也想尝试看看，就觉得很开心，有这样的机会，用这种方式回母校，就觉得是一次很不一样的经验，蛮开心的。法庸同学会挑战成功，耶！